Absolutely, yes. Again, I have a contract until 2029, and this is speculation 100%. 做過世界冠軍都唔代表你一定安全啊！喺啱啱車路士正式宣布解僱領隊馬利斯卡，但到底佢哋發生咗啲咩事呢？如果單睇積分榜，其實戰績好似未完全崩盤喎。唔通真係因為12月只得一勝？呢個只不過係一切嘅導火線。喺過去半年，球會內部嘅環境其實一直都不穩。先講喺數據層面上面啦，過去半季車路士係英超領先之後失分最多嘅球隊，呢個數據一直都令到足球總監非常之不滿，但馬利斯卡對於佢哋嘅意見就一直嗤之以鼻，原因係因為喺夏天嘅時候佢已經警告過，如果球隊冇中堅嘅話，將會好難進步。但呢個要求當時被球會駁回，呢個已經令到雙方心存芥蒂。而問題並唔止喺球場上面㗎，賽季進行期間，由於受到經理人嘅壓力，管理層一方面對於教練嘅成績施壓，另一方面又要求佢平衡球員嘅上陣時間。喺呢種用人上面嘅干預，亦都令到馬利斯卡對於自己作為主教練嘅權威被質疑，感到非常之不滿，亦都令佢產生咗一種感覺，責任在我，但權力不在我。雙方嘅方向亦都變得越嚟越分裂，而裂痕嘅出現就發生喺擊敗愛華頓結束4場不勝之後。馬利斯卡公開形容呢個係佢喺車路士經歷過最差嘅48小時，然後唔再作出任何解釋。之後仲要傳出埋佢同曼城之間嘅傳聞，就令到管理層對佢嘅信任更加動搖。結果嚟到最近嘅一場比賽，喺和局嘅情況下，喺60分鐘換走高爾彭馬，而史丹福橋亦都隨即噓聲四起。賽後佢亦都選擇避席記者會，而呢個決定亦都徹底刺激到管理層，結果亦都只得一個。馬利斯卡就係咁樣成為咗2026年第一位被解僱嘅主教練。而據報車路士亦都正考慮提拔衛星球會史特內斯堡嘅教練羅斯尼亞去擔任車路士嘅新一任教練。唔知各位車路士球迷對於解僱意大利教練嘅決定又點睇呢？呢個係一個必要之惡，定係又一次係一個急躁嘅決定啊？不妨留言話俾我知。